粤美中华越秀组和新蕾组经过首轮汇演的激烈比拼后，共有96人进入晋级竞演。这些粤剧新秀们将通过团队赛的方式竞争进入终极竞演的入场券。究竟汇演进程会如何发展？团队赛又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的戏剧大舞台将为您带来越秀组晋级竞演第一场的精彩实况。今天晚上呢，将在这里隆重举行的是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越秀组晋级竞演的第一场。那么好，在我们的汇演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有请2支今天的参赛队，一支是盛世美颜队，另外一支是粤美锦鲤队的12位选手闪亮登场，掌声欢迎他们！欢呼声、呐喊声一起来！让他们感受到你们支持的声音。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呢，请允许我荣幸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担任越秀组晋级竞演第一场评委工作的各位艺术家和专家，他们是越剧名家张琳、越剧名家徐明、越剧名家王志平，志平姐；著名越剧作曲陈国良老师；越剧名家许杰；越剧名家蔡浙飞。那么每一场的比赛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来自兄弟院团的艺术家来担任评委。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欧剧名家方如酱老师，掌声送给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晋级竞演的比赛规则。晋级竞演以战队对决形式进行，每场2支队伍出战。每场共6轮，每轮每队派出1人，出场顺序自行决定。每一轮选手展示完毕后，由评委分别打分，分数高的选手为所在队伍获得1分。6轮对战后，获胜次数多的队伍即为胜队。若2队胜出次数相同，队内6名选手个人分数累加，总分数高的队伍为胜队。胜队中个人分数排名前3位的选手晋级，其余3名待定，无人淘汰。败队中个人分数排名前2名的选手晋级，最后2名淘汰，其余2名待定。本场5名待定选手将进入才艺加演环节。其中将有2名选手可以通过评委和网络观众的投票进入终极竞演。同时呢，东方大剧院 APP 网络投票也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欢迎网友们为您喜爱的选手投下神圣的一票。进入加演环节的选手中，网络得票数最高者将获得宝贵1票。那么今天晚上首先亮相的就是盛世美颜队的5号选手，来自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小生演员梁玉，他的参赛剧目是《梁祝回18》，热烈的掌声送给他。我心怀心。同唱京味曾别离，
诉，后一边想，我与他同坐读书，心呀深。一边走，一边同志三言问语不平分，还要不平分，一边走一边唱。我想起了18年相送长亭。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粤美锦鲤队的13号选手张琪。张琪来自于南京市越剧团有限公司，供花旦竞演剧目是《桃花扇寄扇》。也曾经也本是诉君心容，孤山无名花却痛，也曾经言自己变幻彩，桃叶多半在进孤城中，也曾经因为色青山过日，这见你伤心痛。我知道梅开有心成佛心，今为泪须在心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出场的梁玉，她的最终成绩是94.36分。那么我们每一个选手的得分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5位评委的平均分。我们来看一下张琪的最后得分是95.02分。所以在第一组当中，那么我们粤美锦鲤队先获得了宝贵的一票，我们掌声表示祝贺。接下来登场的是盛世美颜队的6号选手金佳妮，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供老生，竞演剧目为《二堂放子》。哇，山上星啊莫是儿的娘亲。是那年他呀风景才那为父是理想被我经把事业
全素一笑，天命。我在峭壁第四层红线咯，我与你娘亲有约了做吧接下来上场的是粤美锦鲤队的14号选手，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花脸演员王露露。她的竞演剧目是《香莲案》《包公铡美》。千金担，森林险境举破剑，一旦君臣见了面，生意难测。怎走前，生死难平，把心忧。秉公执法按身边。才子杀吕战高龙头，先征国防。第3位出场的金佳妮，她的最终成绩是96.20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王露露的最终成绩，王露露的分数也出来了，94.94分。那么在第2组当中呢，我们的金佳妮的分数略高啊，所以呢，这个盛世美颜队呢又获得了宝贵的1票。所以经过前2组的比拼之后，盛世美颜队对粤美锦鲤队的比分是1比1打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2队的第3组选手。首先有请8号选手，来自浙江越剧团的男小生潘凯成，他的竞演剧目是《牡丹亭醉话》。醉莫娇艳，展笑容，灵歌甩腰一剑锋，一剑锋，引我飞落楼相东，素手轻抚胭脂容。啊，原来是真官人。恰为后故里自作旁，恰为后身
边平步迎我来。哦，原来是嫦娥舞啊，这是嫦娥舞嘛。又为何啊？不见那祥云飞翔，又为何不见那月兔相伴？既不是观音，亦不是嫦娥，喂，难道你是我梦中的美神母？难揣摩七巧画上，这美人儿笑盈盈，朵里美流淌，难揣摩七巧画上，这女人儿羞答答，破衣烂衫，妩媚坦荡，识得梦寐朦胧，情丝朦胧，魂飞魄散。这美谁期盼着两情谁愿，将诚心凝藏。好，接下来有请粤美锦鲤队的22号选手，来自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小生演员孔丽丽，她的竞演剧目《何文秀算命》。四人八字他分明，文秀要算是几率，别人的命儿我不会算，自己的命儿算得准。哎，先生，搿侬要老老实实、详详细细的算出来个哦。算得不准啊，我就抢了你的早呗。啊，妈妈，我一不搬家，二不奉承，照明测算。妈妈听他。左朝暖平，21命里为的十中生，他左上家一财无分，是里成家常前程。出身原是官家子，父母爱他张长征，长我兄来下午的他是无罪无美托一生，一走两岁娘往旁。3岁4岁李娘生，5岁6岁无关口，7岁8岁上玉门，9岁10岁与文昌官，11岁到你
起山上雨在心，在心，啥个在心？17岁明外天高兴，无风起浪三尺深，朝中见人来唱哀。害他结家一满门，只有此命能逃生。他穷途落魄去漂移，可悲孩子不足教，破船渡江心万分。听到红鸾细心照，怒风少女思成意。玉兄化解他陷阱，他是一往情缘计良医。那么我们2位选手的最后成绩呢也已经出来了，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潘凯成的最后成绩是94.82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孔丽丽的最后成绩是93.62分。啊，那么潘凯成呢要高一些，所以在第3组的这个比拼之后，我们2支队伍的分数呢又出现了变化了。目前呢，这个盛世美颜队对粤美锦鲤队是2比1。好，那么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的第4组选手。那么2位选手呢非常巧，都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小生演员。首先登场的是盛世美颜队9号的张亚洲，他的竞演剧目《周人哭妻》，掌声欢迎他。屠嫂夫臣，屠嫂夫人，那却是的眼前。
今本县不挂起名片，为不给上你这生活难情重你到头来爱夫妻，爱夫妻，阴阳一地两分离。接着登场的是粤美锦鲤队的23号选手陈丽君，竞演剧目《白蛇传》断桥。急忙奔出了金山堂。天堂头上想当初与娘子同在府上，两相离结同心。人夫同唱，曾经的花影相依相望，明月夜，色似门，情深一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络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好，现在我们暂列前3的是26号选手史彦斌5265票，潘凯成3415票和张琪3130票。这个网络投票非常的关键啊！好，那么现在我们2位选手的最终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张亚洲的最后得分97.90分。陈丽君的最后得分98.22分，所以好厉害！这个粤美锦鲤队呢是扳回了1分，现在2支队伍的比分是2比2，继续打平。掌声送给2支队伍，太棒了！好，接下来登场的是2队的第5组选手。
首先，我们有请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10号选手小生演员张璐霞，代表盛世美颜队出战，竞演剧目是《北帝王哭祖庙》。哭天痛接着登场的是粤美锦鲤队的25号选手花旦张菊秀，来自杭州越剧院，竞演剧目《刘花溪过师部》。他曾与新娘不知根，如今东苦子留伤痕。女儿曾传世皇家曾古闻，仿佛一言牢牢记，谁藏熬成天上星。
长头发，红色春风三浮云，苦写尘头作此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张璐霞的最后得分，95.48分。张菊秀的最后得分97.52分。好，那么在这儿要祝贺一下我们的粤美锦鲤队啊，在第5组的比拼之后，他们获得了非常宝贵的1分，所以现在盛世美颜队对粤美锦鲤队是2比3。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代表盛世美颜队出战的11号，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花旦演员温珊珊，她的竞演剧目是《双玉蝉·悲蝉》。花情啊，菱花情啊，菱花。情深菱花情啊，菱花情，我与你从小相依到死情。我与你深闺无恋凄凉雨，我与你晨昏作伴，参差影。我与你
今天晚上最后一位登场的是粤美锦鲤队26号选手，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中心的花旦史彦斌，竞演剧目《盘夫索夫》《刺绣》。忙算父子不催生，岂为你今夕盼你归？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好比是连真恨想了先前上挂肚，前上挂肚是身心。我们看一下温珊珊的最后得分是97.78分。好，史彦斌的最后得分是96.44分。好，所以刚才是盛世美颜队呢，这个分数略高一点儿。所以经过这个6组比拼之后，盛世美颜队对这个粤美锦鲤队是3比3打平了。所以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如果打平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每组队员6个队员的这个分数相加，看一下每个队伍的总分。那么总分更高的这支队伍呢就获胜了。好，哇，这么接近啊！来，大家看到了没有？盛世美颜队最后的总分是多少？576.54分。粤美锦鲤队最后的得分是575.76分。所以在本宫汇演当中获胜的是，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我们先宣布一下今天直接晋级的5位选手好吗？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获胜的盛世美颜队当中的，这个盛世美颜队排在前3位的选手。张亚洲、温珊珊、金佳妮全部晋级了，我们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好，那么粤美锦鲤队的位居前2位的23号的陈丽君、25号的张菊秀也直接晋级了，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除了以上5位选手直接进入终极竞演外，
按照规则，来自盛队盛世美颜队的张璐霞、潘凯成、梁玉和来自粤美锦鲤队的史彦斌、张琪进入到才艺加演环节。才艺部分展示完毕后，每位评委在5位选手中选择2位点赞。本场网络点赞数最高的选手还可以获得1票，总票数高的2位晋级。最终005号梁玉和008号潘凯成分别以6票和4票的成绩成功晋级，而其余3位选手进入到网络复活区。至此，粤美中华越秀组晋级竞演第1场全部结束，共有7位演员成功晋级。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晋级竞演越秀组第2场的现场实况。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